其實講到尾，港人辦深圳港澳居民居住證，真正目的只有一個，買深圳醫保。因為喺深圳睇病，睇完落嚟真係幾百蚊就搞掂。香港人自己最清楚，公立醫院係平，甚至免費，但就係一個字，等到病好返都未輪到你。私立醫院就唔使等，但隨便一個病，幾萬蚊起跳，真係頂唔順。所以越嚟越多香港人都選擇北上深圳，用醫保解決。今日就同大家分享最新港人辦深圳居住證流程，記得 like 同收藏。唔係好快就揾唔返。第一步，打開深圳公安公眾號，點港澳台居民服務，選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申領預約。第二步，填寫個人資料，揀好預約時間。第三步，重點，當日帶齊以下資料去你預約嘅服務大廳，電子回執、回鄉證、居住證明、半年，現場辦理之後，櫃台會俾你一張受理憑證。第四步，等10個工作日左右就可以攞到證件。老實講一句，最麻煩嘅其實就係居住證明，不過而家呢樣已經有解決方案。如果你唔清楚自己符唔符合，或者唔知點處理居住證明，可以私信我幫你睇下可唔可以幫到你。記得關注我，持續分享港人深圳買醫保實用攻略。